就转落去，开始敬拜俄勒，开始唱歌，俄勒上帝的名。上帝，你是会记住我的名的，我俄勒上帝的名，你首诗歌是讲上帝拢会记住你的名。上帝，伊亲像咱的祈祷像讲，伊将咱的名写伫咱的手底仔面顶。当我知影我入俄勒的时阵，我的脑海中有一个耶稣，伊伫一个负责人犯，就得到以后。哇！迄个影像，即摆我的身躯的时候，我感谢俄罗斯，我讲耶稣啊，我嘛会亲像安尼，我要讲你的三支叫我医好。结果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一直到开会4点外煞，我敢若有去便所呢，我无去诊所，因为无共款啊，身体情况无共款，因为我明显知影。我的心有一个信心，领受耶稣的医治。兄弟姊妹，唱歌俄勒，当你会当俄勒的时，上帝就要来医治，就要来减轻，在伫你有信心，通领受。咱看第20节，咱做伙来读第20节、第30来。愿早起时抱用你的慈爱，下时抱用你的信实。弹10条弦的骑琴，用家己美妙的声音伴奏。而且讲当时要学了上帝，早起时就爱来抱用伊的慈爱啊，下暝时爱去抱用你的信息。哇！这早起时、下暝时表示安怎？规工的啦，我去看医生，我尾后暗时我也是有去看医生吼。咱毋是，咱嘛爱尽咱的责任嘛，有较好啊。但是你要为迄落。医生打讲，你早起时爱啉水1,000cc，下晡时爱啉水1,000cc，到安怎？伊讲好来，你附送一遍，叫我2个人哦。啊，感谢主吼，你看，早起时、下暝时，吼，这就是规工啊！你规工拢爱照顾你的身体，你规工毋通袂记哩你所需要的，爱食啥物，爱啉啥物。但是这伫遮讲，咱早起时、咱下暝时拢爱安怎？保养，啥物叫做保养？要互人知，宣布吼，你的慈爱，你的信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息。当你若有担着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息的时，你就是来保养出来，你就是来大声讲出来，你就是当着人会当来甲伊分享，也是你用唱歌学了，吼，伊佫用10条弦的骑琴，哦，迄是足。骑琴、竖琴，足好早就有的乐器，伊遐学了。主前3000多年前就已经有骑琴啊，就是伫阿伯拉罕伊所住的迄个尼城，伊的故乡尼城，吼，伫遐就有即款的学了，吼，要来学了上帝，吼，所以学了上帝就是咱会当来做的，吼，当你学了的时，你的心就快；当你学了的时，你的免疫力就安怎提升。当你学了的时，你的肌肉的放松，吼，你的肌肉的放松，这甲咱的身心灵拢有关系，吼，兄弟姊妹。所以当咱对咱的主的学了，对咱的主的信靠，吼，咱爱他落实。所以信仰有足困难的无？无足困难的，毋是甲研究甲讲偌深，其实嘛会讲足浅的，吼，会讲足浅的。所以而且第4节讲来，咱做伙来读。上主啊，你用你的作为，互我欢喜，我会因为你的手的所做唱歌快乐。上帝的作为，咱上主的作为，你有经历到无？你若有经历到，你爱一直去想，互你欢喜。上主的作为内底，互你欢喜的是啥物？你爱时常来报用，你要因为伊的手所做来唱歌快乐。吼，不时用安尼向咱的主来唱新的歌，而且过来第5节讲上主啊，你的作为遐尔伟大，你的意念遐尔深奥，而且你有想到这是以赛亚书讲，你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对不对？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上帝的路毋是咱的路，上帝的意念嘛毋是咱的意念，是关过咱的意念的。其实
圣经的话语吼，一句一句你拢会当伫迄个中间吼，安尼豆豆仔步，豆豆仔步。啊，当你伫迄个中间，佫有处理出来时吼，伊会互你的生活吼，马上吼黑白变彩色，黑白变彩色。我毋知你有即款的经历无？哦，我有一遍有想要报名做啥物款的代志，结果伫迄个中间。就甲迄个报名的人甲伊讲话，迄毋是教会的代志。所以伫迄个中间尾仔我取消，但是伫迄个中间吼，我着一直甲伊讲着一寡我拢先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开始讲，哇，我讲甲足兴奋嘞，我很足兴奋，迄个人嘛听甲足欢喜诶，因为伊所听过拢毋捌人讲过安尼。哇！你知以色列即摆是1948年，你无伊顶伊伫2023年遭受哈马斯，然后即个国家即摆是啥物款？迄个国家进前是啥物款？进前伊的历史记载伫圣经，哇！伊嘛听甲足欢喜的尾后伫迄个中间结束我就感觉讲，我来即款的代志竟然佫发生一遍。我会记我甲咱同工讲，我开始去做去治疗我的身体。去到一个推拿师了，一日我足艰苦的，大悲咒，足济拢五常的物件，我心肝内一直祈祷讲，哈利路亚主啊，我伫遮，你要用即个师傅的手来医治我，同人家有甲我讲，无师若无你着换去倒位吼，迄时着，毋过我发现即个师傅佫足有逻辑，管理足有条理，伊知影我的骹需要安怎吼，所以。每一遍去我就祈祷，感谢主诶！咱圣诞节是我摕圣诞歌去送伊，因为伊足爱讲台语，伊是少年嘛，我就拢甲伊讲台语，顶顶。我有伊知影讲，我拢需要讲台语。了后，伊答讲，恁拢用这圣诞歌。了后，我竟然来介绍以色列，我又讲着以色列，伊嘛听甲足欢喜诶。尾后伊伫伊诶日记内底讲。你头拄仔讲迄诗博内底安怎讲要安怎写？打一个西，打一个博，打一个来。我就来讲希伯来民族、希伯来语，迄个诗就是希望的诗吼，这是翻译的。我的心吼真欢喜，讲上帝啊，你互我会当安尼伫即个中间会当甲人分享。虽然我还袂直接甲伊分享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我伫前面一个福音的预告，为至少。对着讲，恁基督教，也是恁信耶稣的人，伫这中间是啥物？咱看讲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奥秘，无知识的人袂晓了解，愚妄的人袂当明白。而且无知识甲愚妄是咧讲啥物？就是讲伫你的灵性上，你有捌？你有认捌这个？就是佫真个话，你有认捌咱所敬拜的即位？上帝、上主就是佫真个活的，所以你要有智慧、有知识才会当来了解。你若是愚妄，就袂当来明白。即个愚妄拢会指你的灵性有拍开无？有拍开无？所以其实有灵性拍开的人，虽然伊是无共款宗教，伊会明白你的宗教的热诚无？会啊。其实我嘛有甲迄在家修行者当做朋友。有一个师姐，伊是中国人，所以我嘛甲伊做朋友啊。我嘛去因兜食饭，伊嘛捌为着我较紧煮烧汤，还是素食的。所以伫这个中间，我用迄个宗教的心先甲伊平坐，听伊讲，我讲伫啥物因缘的内面开始食菜，伊就甲我讲，大部分拢是心无平安嘛，想要求神伫这个中间，所以。兄弟姊妹，足侪时阵，你会当伫遐保养咱的主的奇妙。所以伫遮咱看即首安息日的诗歌，伫遐学了上帝了后，伊讲歹人亲像草无生，做歹的人虽然会兴旺，但是一定拢会灭亡。你有即款的确信吗？虽然看足侪代志，歹的代志，即时安尼敢若足青野的。虽然敢若讲看着用要赢，但是咱有信心讲一定会灭亡的，因为咱看即首诗歌，所有的犹太人，所有的以色列人拢伫遐咧学了，然后讲遮下拢一定会灭亡的。总是
总是就是一个转折啊，总是安怎？上主你是至尊永远掌权，阿免吗？永远掌权，上帝毋若掌权。伫你的生命，上帝嘛要掌权伫即个世界。上帝毋是掌权伫咱的教会哪定，毋是伫即摆基督教会内底哪定。上帝是掌权伫即个世界，是至尊的。所以第九节才讲，上主啊，你的对敌一定灭亡。佮讲一遍，所有做歹的拢一定受拍散。虽然即摆因看起来敢若是兴旺啊。过来第10节讲，总是搁一遍的转折，讲你要加添我有气力。虽然我即摆有喊少，你要我气力，亲像约翰有遐尼勇壮，你有用新的油倒伫我的身上。哇，迄新的油足香的对无？我顶年啊，昨年有买一罐迄芝麻油，竟然放到山过期去，足可惜的伫里面来介绍好油迄呢啊！我拍开，拄过去1点点我拍开，我就知影迄个香味，甲我迄阵拄来咱教会介绍迄香味，完全我无共，有失去。我是讲我无拍开啊，一罐已经毋知几百箍安尼无俗再细罐，我无共款。所以弟兄姊妹，啥物叫新油？拄挤出来拄把它压榨出来迄款的香啊！你要经过迄饲养的厂迄芝麻厂有无？也是花生油啊，大概经过因遐，因拢不时拢咧饲油对无？拢咧榨油对无？迄味拢足香的，经过迄土豆油啊，田中迄拢有迄种料，麻油足香的，就是迄种新油啊，毋是咱买倒来放足久迄种油要无香味啊，新油要倒伫咱的身躯，要倒伫咱的身躯，互咱的生命无共款。因为咱要来做伙学了上帝，学了上帝伫咱的生命的中间，下骹拢空白。有一天，学了上帝安怎？伊要成做你的主，伊要成做咱的国家的主。因为你有发现最近即个咱的国家，敢若无讲稳定对无？有足侪声音总是安怎？上帝，你是至尊至权，你要掌权伫阮的国家，你要掌权伫我的生命，伫这新的一年。我是有盼望的，我要有气力的，咱做伙开声来学了咱的主，哈利路亚！主，阮感谢学了你，主啊，虽然局势看起来是遮尔无好，虽然政治我也拢看毋捌，吵吵闹闹，坐来坐去，足侪话，而且毋知是真的还是假，总是主啊，我要学了你的名，因为你是真实的，你是信实的。主啊，你的确要互我有智慧，会当来认捌你。你要互我有智慧，伫即个活伫即个世间的时，会当来分别啥物是假。我也相信，有一天所有做歹的人一定要灭亡。主啊，虽然即时歹人兴旺，足侪局势看起来，亲像做歹的人是做大。总是主啊，我要讲，遮下拢有一天要灭亡。主，你的确要来审判，我也要伫你的面前，不时献上我的恶乐。平时恶乐你，早起时也恶乐你，早起时要来保养你的主爱，下暝时也要来保养你的信息。规工要来唱歌学了你的名，因为你是阮所倚靠的，我要倚靠你，直到永永远远。我要学了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甘甜的，要互阮的生命有滋味。你的名就是光，你的名是有气力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一切的荣光归乎你，愿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学了，献上阮的感谢。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伫新的一年，咱也要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咱的心是有根基的，是有根有基的。咱的心毋是迄种人甲你讲，你敢真正呢？有影，咱的主就是伫在伊的所做一切代志伫圣经内底。所以兄弟姊妹，即摆才今仔日才1月4号。你要加入读圣经，拢还阁会有，虽然读到第4天，头前迄你会一工搁来读一章，后壁补起就会用的。望咱有阁侪人
伫读圣经的中间，因为真理要互咱徛在，咱做伙奉主耶稣的名来宣告，来，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咱的神是有根有基的，徛伫主耶稣即个石盘顶，软弱的主要互咱刚强，亲像芥菜籽遐尼细的信心，拢会到山移山，会当互山开。所以兄弟姊妹，毋通看家己微小，毋通看家己微小。我嘛微小，保罗讲我嘛是微小，毋通看家己软弱。保罗讲伊嘛软弱，时时我嘛感觉我软弱，总是只要你肯抬头看主。你知影佫有云上的太阳，咱今仔即好啊，出日啦。毋过你知影，足侪咱台湾无共款的所在吼，咱遮出日的时，遐落雨，乌阴天，无共款。所以迄个云上的太阳，要互咱有信心啊！你捌看过云上的太阳无？捌啊！意思就是讲，你捌经历着上帝作为无？捌。想看卖咧，你捌经历着啥物款上帝的作为？过去的嘛无要紧，当你搁一遍来到你的心中的时，是毋是会互你的心会欢喜、会热情？然后啥物时阵要亲像心油搁甲你倒咧？就是你搁一遍伫上帝的面前来献上感谢，然后迄个物件它就会更新了，你会感恩的，会换新的，然后咧，你毋是敢若规世人拢咧念迄件代志尔。你会经历搁一个新的作为，你有相信上帝要有新的作为伫你的身上吗？阿免吗？阿免。伫新的一年，咱就是有一个信心，讲有一个新的作为要伫我的身上，然后我的生命要改变。牧师有对今年开始到2023年这5年，要互一个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就是下骹。迄金要拿来拿穿，然后面顶，咱会当结出果子来。这5年，咱得用安尼来勉励咱家己，用安尼来互咱的教会，会当伫这个世界的中间，伫历史的中间，会当安怎徛会牢？咱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伫这个新的一年2026年，有个人讲，这个新的一年。伫过去的基础，敢若是充满是诈骗。伫这个新的一年，有足侪不确定。伫政治、伫国家的政治的中间，我嘛发现足侪互阮会惊吓的，总是阮相信主你是至尊至权的、至大的主，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掌权，你永远掌权。过去安尼，现在你嘛要安尼，将来你要继续掌权。主啊，阮敬兄弟姊妹伫你的面前，献上阮家己，拍开阮的心，讲主愿你来掌权伫我这个人先伫我这个人来掌权，先伫阮的教会来掌权，然后我就要讲主啊，你是要掌权伫这个世界的，哈利路亚！互阮伫这个圣经的顶面，伫真理的基础内底会当徛在，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献上阮的娱乐，阮也要用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一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阿免，愿上帝平安，愿上帝的快乐，甲咱三甲伫地，咱准备心来进入主日礼拜。
免问题22，我来客请兄弟来应。来啊，咱来唱歌学老上主。咱来生产亲像咱的好母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极悬的山峰嘛伫伊的手内，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伊嘛亲手创造着地。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原养的君魂，是伊照顾的主人。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伫新年头、旧年尾，我们献上感谢，感谢过去的一年你的保守，互阮拢平安。我嘛要阁求你赦免阮过去一年所做的过失，因为阮有时无照圣经的教示，以求你的旨意来行。恳求伫新的年，犹原你会当赐平安互阮，相时啊引带，互阮行伫你合伫你的旨意，搁合伫圣经的教示的路。伫新的年，我们求你保守台湾，即个受你祝福的岛屿，虽然经历着地动、风灾，以及政治甲经济无稳定，伫内忧外患的处境中，伊伫你大权的圣手的保护下，犹原安然徛起，伊的百姓犹原安居乐业。求你无放杀台湾，赐平安互徛伫即个岛屿的百姓。伫新的年，我们求你引带乐港教会继续伫即个古都，传扬你的福音信息以及你的慈爱。伫即个所在将近130年久的时间，阮所做的是无够业的，阮毋愿会当将上帝你的疼报互众人知。虽然拣选在你，但是世间的平安是因为你的疼才会当显明。求主你赐乐港教会众兄弟，拢有对上帝你遐来的快乐，共同同心，为着乐港教会事工尽一份的力量以及大道。新的年，我若要求你赐健康，互所有的兄弟、亲人、朋友，身体欠满的，求你来医治，互伊会当早一日恢复健康。伫新的年，我若要求你赐互阮喜乐，互拄着恶担当的兄弟，会晓敲找你做因的瓦克，因为有你的有你做因的瓦克，因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喜乐。伫新的年，我若要学习安怎来原谅、接纳、负责、恳求、顺服、明白以及交托。伫学习的过程当中，求你赐互阮有好的意志。当阮意志软弱的时阵，心情无坚定的时阵，求你用你的圣手来扶持、帮赞，互阮有勇气、有气力，勇敢向前行。主啊，阮知你的疼。甲阮伫地，你嘛看顾阮，搁甲阮永远伫地，赐互阮平安。所以，阮要举头仰望你。我搁使安尼讲，见若好的赏赐，甲完全的恩赐，拢是对顶面、对正向转的爸遐来的。伊无换，也无转西影。新的一年，伊的变化，阮无法度测度，但是阮知，阮有你的保守甲眷顾。因安尼，阮就无惊吓。为着安尼，阮要献上感谢。伫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阮众兄弟就集伫你的圣殿来朝见你，求你圣神降临，听阮的祈祷。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第24篇，92篇，12节到15节。诗篇92篇12节到15节，我来请兄弟主神来听。义人要兴旺，亲像遭树；要长大，亲像黎巴嫩的郁金树。伊若栽伫耶和华的厝下，要兴旺伫咱的上帝的院内。因年老的时，犹原结果子；因的汁满满熟生厝。通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
伊是我的石盘，伊拢无不义。迄是80班，迄是山声读书这道。兄弟姊妹平安，咱真欢喜，伫2楼吼，咱的主日学的学生、老师伫遐做伙甲咱聚会来主日学。Hello， 来摇摇手，跟牧师挥挥手，欢迎你们。哦，牧师相信你嘛拢听有台语吼，很棒，哦，将近20个。我要甲咱讲哦，全中华中会鹿港教会主日学的囡仔。上盖济，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感谢主诶，吼，顶面曾牧师有讲啊，伊有讲吼，有一个教会牧师离开，结果主日学就关起来啊，是安怎？因为牧师因兜着3个囡仔，所以牧师离开，迄3个囡仔无主日学，无参加主日学。教会就无主日学啦，因为迄教会人较少，啊牧师的囡仔较侪，牧师离开，所以足可惜的。咱还佫有遮侪囡仔，感谢主。啊，另外一方面，咱来想，责任嘛真重，感谢主，上帝使用咱，互咱会当来养饲
伫信仰内底咱教育、咱照顾真正是上帝看咱咱嘛我靠主会当今仔日是2026年新的一年牧师要互咱搁对伫教会的5个主题咱要搁开始第3遍牧师望你会当好好把握这第3遍今年就是第3遍的第1年教会主题有5个嘛会当讲教会5个公平咱连咪来看今仔日咱要讲樟树的意象棕树樟树拄仔咱读台语和日本伊讲枳树伊就是棕树伫华语拢讲棕树伫伊台语会讲枳树，是因为棕树跟那个野枣伫以色列是共款的所以会讲枳树现代台语来翻做樟树所以咱用现代台语搁来读一段的12节甲15节的圣经来，请。伊人会阳光亲像樟树，卫生长亲像黎巴嫩的百香树。这个树在你上帝的殿，你上帝的名无声。树老的时，了会结果子，结真多，结鲜水。地显示上主公正，拢无不义，伊是保护我的石头。阿免。一字一字拢安尼认，就是非常会激励咱，非常会激励咱。这就是华语咱搁用华语做一遍来甲读来。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橡果树。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发花茎。好险！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这段的圣经。咱要讲做咱2026年的第一主日讲做咱的勉励。牧师也望咱所有的兄弟姊妹，伫今年第一个主日，你会当甲上帝立志，你望伫52礼拜，每主日拢会到进入到圣殿来阿乐敬拜伊，阿妹吗？阿妹。是52礼拜，其实我真感动伫咱在场。牧师的身体一直拢还袂到中壮，总是伫这中间有病总是我看咱的私产姐妹，私产姐妹，逐个可能拢较无印象伊已经洗礼我看伊敢若无一礼拜无来，拢来伫咱的中间，伊身体嘛无介好，总是我相信，伊一定感觉来礼拜足好，所以伊逐礼拜拢来，伊。有发生脑的部分，所以我看伊逐礼拜拢渐渐坐伫后壁，我相信上帝的确甲伊同在，阿妹吗？师产姐妹，来挥挥手，感谢主，感谢主，咱来鼓励慢慢一起去跟归荣上帝，就是讲，孩子姊妹，你会当来礼拜，上帝赏赐你开来，所以你要有这个心。我要来到这，上帝，你的确要安怎？互我新的油，迄是拄仔第10节，上帝，诗篇92篇的第10节，就是上帝伊要将新的油倒伫你的身躯，互我这个人安怎？佮重新有气力。虽然我有软弱，虽然我有软颈，但是我重新要对上帝遐领受气力。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会当做的。牧师望伫最后。讲最后，逐个就会感觉讲，我家己嘛足袂爱讲最后。其实我算算的伫咱教会还佫有5年的时间，所以我望即5年，咱会当好好佫伫教会的转化的计划内底，一年一年，天天行，然后时时做，就是讲，你毋是讲我捌圣经甲偌深，但是我愿意读圣经，然后伫圣经内底。
上帝的确会启示，然后伫即个教会内底，咱讲咱要立基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包括我们的孩子，我相信主日学因对圣经嘛拢有听过有知影，但是咱要安怎对圣经内底所知影遮的知识会当挖出来？哦，亲像头拄仔我祈祷会有小可讲到一寡见证，我想这是足重要的，所以互咱的落实，互咱落实。所以2026年今年，咱搁紧敬拜年，敬拜年。所以到底一个教会要转化，就是这一个上5个上大的主题。其实咱的长老内底嘛有即5组，这就是一个教会。牧师有对伊来，甲刷有较悬的，啥物叫做敬拜？可能普通时的教会拢叫做礼拜组。讲到礼拜组，可能就是阮礼拜逐个礼拜顶顶的，所以当初是牧师来讲，迄是敬拜组。敬拜的意思就是讲，你毋是敢若做迄事务的工课，爱有一个印象的。所以今年是敬拜年，敬拜年人甲上帝的关系。搁来第2个功能，第2个主题就是团契年，团契，人甲人的迄个团契，人甲上帝嘛需要团契。第3年爱成长，有一个成长年。第4年叫侍奉年，第5年叫宣教年。兄弟姊妹，你的生命若无对一个认捌上帝，会晓学乐，然后甲人会当来团结，搁来有成长，搁来会当做服侍，亲像对耶稣甲伊的学生说啊，你才有这条宣教。若无对头仔安尼来宣教迄个宣教只是毋是生命。无才调感动人较深啦，所以咱伫即个中来看，伊逐年拢有用一个植物一个树木来做一个象征啊。所以敬拜年伊用樟树、棕树来当作象征第2年用无花果，你用安尼来斗想你就会对即个主题足有深所以牧师你嘛咱拢背起来好无？咱拢来背起来咱有啥物？有敬拜对无？搁来咧，团契，搁来咧，爱成长对无？搁来咧，爱信奉，第5，宣教。整个在你的脑海里面，迄嘛是一个信徒，你的装备你的生命头拄仔祈祷会我讲2026年到2030年我有对教会的目标来讲。向下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是伫以赛亚书内底讲以色列的余数内底我要当然让你们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往下扎根重不重要？足重要的。咱讲咱入来到教会，听上帝的道理，迄个道理耶稣讲亲像一粒种子，要落伫倒位土骹。这个土骹若无，这个土地若无变做一个好地、好的土嘛无好，充满石头，也是互大家土定苦苦。请问能够往下扎根吗？没有办法。虽然两句话往下扎根，但是就伫你会当学乐，会当认捌上帝，你会当甲人团契。甲上帝关系，搁来你会当成长，搁来你会当服侍，搁来你会当宣告，伫即个中间往下，最后才能够宣告是往上，向上结果。所以一粒种子，想看卖迄粒种子还阁有地无？咱的主要将真理的种子压伫你的生命的中间，毋知有去互鸟仔食去无因为圣经耶稣讲的比喻就是讲，你若听道理了后，你的心忧烦、忧闷、足侪思虑烦恼、足侪忧愁，就亲像石头塌伫遐，然后行出去了后，鸟仔就飞来安怎？剁食掉。所听的拢无后礼拜咧，搁一遍，搁来，然后搁领受出去。经济佫无，请问，安尼要安怎往下扎根，对无？安尼就无才调，迄紧就生袂落啊，紧生，
生到遐就冻掉咧，生到遐就冻掉咧，然后日头出来咧，寒晒焦去啊！即阵真理伫你的心内要长大，无才调就焦去啊！后礼拜来，佮领着一粒种子，一粒种子可能会当顶较深，但是有当时有压水，有当时无压水，可能活一礼拜了后死去啊！你捌有饲植物的经验无？吼，嘛拢有人送盆栽互我，到尾后真正拢足歹势，包括迄高赞茶，吼，嘛是拢枯干了是安怎？无照时压水，足简单的，但是咱的生命嘛共款，你嘛无照时，吼，甲主的亲近，领受对主来，吼，迄款的活水。信息，咱就无再了往下扎根。所以毋茫即5年，今年开始，咱就会当往下扎根，向上来结出果子来。咱讲今年第1年敬拜年，用樟树，樟树来做代表，这是咱第3遍哦。自牧师来到鹿港教会的第1年，我就预备年，那一年预备，然后第2年。2016年、2016年就已经16、17、18、19、20就已经用这转1年轮了，然后21进入第2轮，对不对？所以咱去年是一个宣教年，是用锡安山，第2次比较深一点，它都是用那个 mountain 用山，用山，锡安山、西奈山，顶遮会用安尼橄榄山来代表。但是迄5个主要的有变无？无变，无变。所以我说，毋茫你这毋是我发明的，这是圣经内底所整理出来的教会的整个。所以咱会当伫遮，今年咱就来起造，互咱的敬拜。当咱想着咱的主，想着耶稣基督，你就会笑。当你艰苦的时，你就安怎？你着呼叫伊的名，当你欢喜的时咧，你着会当讲头早起来，学老主，足实在的，咱的信仰足实在的。所以咱不时着因为咱的主安怎，喙笑目笑，轻松。因为当你会轻松的时吼，你的生命吼就会爆发。所以伫即个中间需要有灵修，需要有灵修。上简单的灵修是啥物？就是配合你的呼吸啊，所以咱即摆来做一个好无？深呼吸啊，你吸进去就是主耶稣，吐出来就是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安尼好无？有没有很肉麻？很肉麻？不会，有人摇手，感谢主。我甲你讲，我是安怎会想着即句？因为昨咱的祷告墙拆落来，咱的同工对收到的祷告卡互我。将近60张啊！我昨暝伫遐看，伊遐写讲，我想跟主耶稣说什么？内底差不多有20几张拢写讲，主耶稣我爱你。哎呦，我快点！我感觉有一点肉麻，我感觉足欢喜的。我想讲我就开始看迄什么人写，可能老师叫伊写，毋过伊肯写表示伊的选择啊。所以伊将近60张的祷告卡其中差不多7张左右是写我看无的，我来不及用迄个 Google 来翻译，我嘛毋知，伊就是外国人写，可能外籍义工，感谢主的将近60张的，耶稣，我爱你，感谢你，救赎我啥物？特别遮大部分较少是咱兄弟姊妹，拢对长照。对迄个咱的迄个讲课照班，佮其他可能做牧师请迄来遮看圣诞树的外籍义工，兄弟姊妹，爱咱的主会见笑吗？袂啊，所以你爱学习，好无？咱即摆主耶稣来，你用想的来，主耶稣吸进来，吐出去，我爱你。再一次，主耶稣吐出来，我爱你。
一遍主耶稣，漱开吐出来，我爱你。好，你若会当有即个律动，就是即个呼吸，一吸一呼。因为牧师经历着身体会疼痛，你会艰苦，有当时疼甲困袂去，有当时是会烦恼艰苦。当迄个时阵，你要安怎？你永远是呼叫主耶，你是主耶稣帮助我，主耶稣拯救我，主耶稣清洗我。你会当安尼祈祷就好啊，就是主耶稣。像主日学的小朋友有没有学会这个最简单的祷告？有没有？有，挥挥手。阿门。这个就是主耶稣祷告。天主教内底讲，靠做主耶稣的祈祷。即边伫圣诞节的时，牧师和咱的同工去探访岛城的兄姐，其中有一个兄姐，有一个姊妹，伊的外籍义工。伊印尼的义工，伊用讲英文 teach her prayer， 叫我就是伊即摆叫我甲迄个人祈祷，我讲等一下吼，我会带即个，我会替伊祈祷。毋是，你教伊祈祷啦，教伊会晓祈祷。你看这个外籍义工，他多厉害啊！因为这一个咱的老姊妹，伊讲，我甲你讲哦，伫公园吼，因拢会去遐祈祷哦，因拢安尼穿迄长衫哦，伫啥物所在吼，即时祈祷哦。我就讲吼，你是穆斯林吼，嘿对。你看咱的姊妹，就讲因祈祷，因足侪成的啊，因若该祈祷就去祈祷，主诶，吼会去遐。结果迄个外籍照顾咱的姊妹，竟然甲我讲，你介意？会晓祈祷恁的上帝，所以牧师当场就教伊主耶稣的祈祷，遮简单尔。若无咱姊妹已经身体软弱啊，艰苦啊，讲话可能无介拄好啊，但是兄弟姊妹，你可以用你的意念祷告，可以呀，哈利路亚，感谢主，连你的意念你都可以祷告。所以今仔日所讲的即篇讲年老的时候，年老的时阵，你永远会当安怎？嘿，结果子啊，食啊，足侪食的，凊彩子拢有食，就是因为你内面有主啊。亲像即几工对圣诞节开始到即摆，医生拢爱我啉水啊。我家己嘛知影我爱啉水，但是我一直拢可能无够，吼，所以会造成身体的艰苦。所以我咧啉水的时，我安怎免袂家己？因为我就想着较早，吼，顾启宇牧师因伫台北新生命有一出戏，大概演了了 pure water 纯水，吼，咱有摕一罐水，就是用演剧来咧表示讲，最后你爱啉主所收束咱的水，白白互咱即个生命的水泉。所以我就变做伫遐啉生命的水泉，啉生命的水泉提醒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要进入一个新的一年，中秋年、敬拜年。其实，牧师袂讲足侪关于足理论性的物件，牧师爱你会当去行动，会当做，会当伫迄个中间来思想。所以咱讲中秋，中秋是啥物款的秋？咱搁来复习一下。敬拜过来咧，团契，吼，爱有团契。来，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快对无？会做设计的无？看得到吗？看得到举手一下。哇，好棒哦！嘿，看得到。那我们一起念哦。来，第一个是敬拜，一起念敬拜。第二个团契，第三个成长，第四个侍奉，第五个宣教。对，我们的教会要这样，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能够这样。所以今年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人，好不好？可以，你一定可以。你打你也可以表讲，你一定可以。可以怎么样？成为敬拜的人。阿门。所以咱今仔日所看的这一篇诗篇92篇，它是唯一刚才祷告会说唯一一篇注明是安息日的诗歌。弟兄姐妹，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说是什么？
是一个欢乐盼望的日子。你知道吗？在以色列那个国家，他的礼拜六怎么样？街上没有车，那一天是安息日，对礼拜五的傍晚开始啦，就开始啊。所以你若捌去过以色列，你就知影。啊，像诗歌甲以色列做生意，伊就知影。那礼拜六休困呢，全街仔路拢无车呢。安息日没有车子，大家拢只有行路，而且安息日对因来讲是一个家庭日。因的囡仔伫安息日不会滑手机，因就会做伙食饭，做伙伫遐讲代志，有安息日的餐，有没有？所以对这个民族来讲，上帝嘛爱咱来学习，伫这个中间有一个安息，然后有欢喜有盼望。所以安息日因的诗歌就是一个前面头拄仔咱有讲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学了你，我要唱歌学了你。早起时我要保养你的慈爱，平时我也要保养你的信息。我要用迄10条弦的10条弦的徛琴、竖琴，要弹琴来赞美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用钟数来代表敬拜年，就是我们在这一个新的一年开始，在今年整年，我们要来操练我们的生命，要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有盼望的生命，是可以时时在主的里面有那样子的一个喜乐。咱来看为什么用棕树、用樟树，这樟树我来象征敬拜年，因为樟树伊的树根顶足深。咱台湾也有棕树类的，但是遮咧讲的棕树是咧讲以色列迄个所在，我头拄有讲，伊就是椰枣树，伊就是甲迄椰枣椰枣共款所以伊的根足深的伊的树干足直的，足直的。伊无树枝啊，直接着树叶啊，迄种树叶有无？樟树叶咱运动拢足熟悉的，咱伫圣经内底拢会看到，讲到樟树叶，连面我会讲到伊规年透天都是绿色的，而且伫旷野的所在伊是一个可以遮阴的，哇，很棒！旷野是啥物？一望无际，通通黄土，拢总是黄色的土，然后日头赤炎炎，你毋知要秘伫倒位。迄是旷野。但是若有一丛樟树会当发伫遐你至少会当伫遐小休困，有一个杂影，有一个影。所以伫遮讲安怎？讲咱要亲像义人，义人就是我靠耶稣，会当有义伫咱的心上，然后你会兴旺，遮尔啊直。然后伫迄个中间，会当经常是翠绿的，规年透天拢总是青树袂孤单。所以伫圣经内底也因为伊遮尔啊直，然后遮尔啊兴旺，拢总那个叫做 evergreen 常常，咱是长荣嘛就是一直拢绿色的所以叫做啥物？公益树。公益不是随便讲。公益从神来，所以伫这个中间讲，樟树亲像公益树，所以咱用这来象征，让咱的生命会当亲像安尼。而且还有一个小知识，棕树你不要小看它，伊一活拢是100年，阁有200年的，阁有200年的。然后，捌食过椰枣无？足甜的对无？因为迄个所在无水分足侪。所以椰枣，有人讲，伊开出来花，椰枣的花里面，流出来那个蜜就是圣经内底讲安怎，好像蜂蜜一样，有无？以色列这个土地是上帝所应允的、竞选的，是老冷甲蜜的所在，有无？咱常常讲，老冷老蜜，伫旷野要安怎有蜜蜂有蜜啦？有人讲，迄个老冷老蜜，迄个蜜，就是椰枣树的花。捞出来所提炼的那个蜜，那个汁也酱，就是迄个老冷老蜜的蜜，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伊规丛拢有伊的用处，迄叶啊有伊的纤维，爱树干足粗的会当来
来做足侪项代志，伊纤维吼，伊的果实会当食，伊的籽会当拍吼，佫会当做饲料，所以规场拢都会当用啊。所以伫遮咱的经文讲，艺人要发旺如同棕树，要生长栽立在上帝的殿中，要发旺在上帝的宴宇。来，请恁读一遍。艺人要发旺如同棕树，要生长栽立在上帝的殿中，发旺在上帝的殿宇。好，艺人要发旺，要成长，在哪里？都在上帝的宴宇上帝的殿中不是在这个世界。所以弟兄们，我们要对世界有贡献，要对世界有什么样的发展？其实我们要先在神的殿中里面被喂养、被建造，要不然你是被世界来喂养建造。安尼咱有分辨吗？所以咱今年无有足深那个真理上什么圣经研究，就是很简单，你就是可以。那你要不要你有想要亲像一樟树无？要不要？那你要想想看，你要如何生长啊？有没有常常来到教会？有没有52个礼拜？你有几个礼拜是来教会？你有增加每天读经吗？你还是你自己有读经计划吗？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时候即便身体很不舒服了，我常常问学生，我带给学生我说，你今天有想到耶稣吗？还是这礼拜你的生活内底，你哪一天有想到耶稣？他要是每一天都有想到耶稣，感谢主。弟兄姐妹，你有每一天想到耶稣吗？阿们。牧师期待你每天拢有想到主，即使像约伯一样，伫遐怨叹讲主啊，你哪会互我安尼？我甲你讲，主永远会甲你回答，就是不要跟主断绝了关系。你若甲主无关系咱的根就无在了安怎扎根很深所以我们有一个思考要讲艺人要结果子你看这里那个是野枣树，它的果子就这样好多然后永远常青不有说了，它就是 evergreen， 伊就是常青树然后那个食足济足好食佫足甜的，互咱的生命。所以，弟姊妹，咱会当活咧，就是要荣光上帝，这就是咱的敬拜的生活。望咱今年咱会当安怎？花旺常青，就是兴丰，佫会当色生翠，结满满，佫会当结果子，荣光上帝。因为咱的主是啥物？伊是公义，伊是正直，伊是通瓦靠的，亲像石盘共款，咱拢会当伫伊的心中来得到一款的供应。所以咱有一个行动，就是望上帝，互伊的真理甲信心，甲咱充满伫咱的生命的中间，会当互咱安怎发青发旺。然后满了枝浆，你的生命会不一样。即便亲像主日学小孩子较细汉，因的生命嘛是会当来有枝浆伫以色列人，因若过新年因拢会吹角因拢会吹角所以好来过来牧师讲手拿着棕树枝，他拄仔有讲棕树出现在圣经内底足侪所在。樟树基，所罗门起圣殿的时，所罗门的圣殿极其水伊的圣殿内底内外拢有棕树的图样棕树的图样，所以棕树是代表一个敬拜一个象征，一个俄乐所以有看到我画一条红线那个地方，迄就是棕树所以这是所罗门的圣殿内底有棕树在那当中。然后当耶稣徛伫我进入耶路撒冷的时有安怎？大家嘛是徛樟树基有无？和散那，和散那伫遐咧欢迎，伫遐咧欢迎，奉主名会来以色列的王应当是俄勒的。所以弟姊妹，樟树就是一个敬拜，一个俄勒，一个欢喜，一个感谢。所以咱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
咱伫即个敬拜年，咱拢要举张手机，迎主耶稣基督进入咱的心中，嘛伫咱的教会来做王。阿门吗？阿门。阿门。这是一个开始，一个启动。所以兄弟姊妹，当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的心就要一个激动，然后一个欢喜，说是啊，张手机啊，兄弟姊妹，若是安尼伫头拄仔个景象内底，你在哪里呢？这个名字耶稣来入来时，你在哪里呢？那些耶稣底下要进入你的心中，你也张手机，那个图片里面，想象一下，那个图片，你是站在哪里啊？你是举张手机伫遐，还是你伫对张手机放伫涂骹，搁铺衫伫遐讲主，阮欢迎你来，来阮的生命，来阮的教会，来阮的国家，来掌管这万物。启示录内底嘛有讲到遮，讲到安怎？将来伫天顶宝座，羊羔的宝座前，要有对逐国、逐族、逐方来，所有的人要徛伫宝座顶，要穿白衫，就是一个圣洁啊！手举张手机，欢呼！咱来读迄个华语的红字来，愿救恩归于作宝座，我们上帝也归于羔羊。迄个时阵，逐个拢咧学乐，去到天顶，举张手机，伫遐咧学乐，就是讲表面讲安怎，咱伫地上学乐，去到天顶安怎，嘛是学乐，嘛是学乐。最后，这就是在天上荣耀。咱来宣告讲，你要穿白衫，举张手机，徛伫羊羔的宝座顶。牧师嘛要问，你哪一个是你呢？你有徛伫遐吗？你有准备心无？徛伫宝座顶讲，耶稣基督，感谢你，学了你，过去我伫地上，你安怎照顾我？现在我见到你的面，将来新天新地，拢要伫遐。我伫遐念经，兄弟姊妹。牧师有讲过，你来这礼拜，毋是干那伫遮来了解这个整个，你还心里面要有小剧场。你爱牧师咧讲的是，你着爱有迄个 image 伫你的脑海里面。所以咱听信息吼，毋是干那用耳孔听尔，你若用你的心咧听，然后用你的想象力，哇，这个就是这样。那我将来我也是在那当中啊，我嘛穿一领白衫，我一定要见着主耶稣。当我拄着主耶稣的时，我要甲伊讲啥物？当我甲边仔兄弟姊妹同齐的时，我总欢喜咧。我会看到什么人，我会看到什么人。若是伫地上咧，我要迎接主来的时，哇！我要甲兄弟姊妹做伙伫遐迎接。所以兄弟姊妹，伫这个新年的第一主日，咱爱来宣告，亲像犹太人共款，犹太人过新年，因伫第一日迄天就是诚做圣日，然后因会准备献祭，爱会吹角，会吹角，所以将火祭来献互上帝，共款伫今仔日，2020年第一个主日，牧师爱咱每一个人嘛来吹角来宣告，就是讲咱要将咱每一个人，我要将我家己，要将阮的教会要献互咱的主。伫今年咱有侪的计划，有侪事工要进行，你有要互主来使用无？你要挖靠主来得到快乐无？虽然软弱，但是上帝要赏赐你快乐；虽然含慢，但是上帝要赏赐咱有智慧。因为伫圣诞节时，牧师有讲，伊是奇妙的测试，对不对？伊是会当互咱参详的，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年会当来宣告讲，伫中秋年、敬拜年，我的生命要来迎接主耶稣进入我的心中，进入阮的教会。来，咱做伙来讲一遍，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我要迎接主，进入我的心，进入我的教会。咱三个来祈祷。是啦，主，我要迎接你来进入阮的心，来进入阮的教会，互阮伫即个
复杂的世界，我毋知要安怎来形容的现代，总是阮犹原要挖靠主，阮要来学乐你的名。这个世代亲像旷野共款，阮找无所在，通互阮得到滋润。但是主，阮要挖靠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活水江河。即使我们在沙漠，主啊，你就在沙漠里面成为活水江河。即使我们在旷野，好像看起来一片黄土，找不到路，迷路了，因为旷野最容易迷路。但是主，你要开道路，让我们走在这当中，而且你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一个敬拜年，我们的新生命就要让开启那个敬拜，让我们与主你相连，好叫我们真的是时时拿起那个棕树枝，赞美主，赞美主。因为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让我们可以倚靠得救，只有你的名。哈利路亚！因为你就是那个慈爱，你就那个信实，你就是那一个公义的主。将来你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永恒里面，但是在这个世代，虽然我们迷惘，虽然我们痛苦，但是主你必拯救，你必成为我们的依靠。我要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所有我们在2025年所有一切的沮丧、身体的病痛，还有一切的忧愁烦恼，主啊，你都为我们除去了。在这新的一年2026年，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一个敬拜的生命。主啊，开我们的口，我们要来扬声，要来赞美你，因为你就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主，赞美你，你不只是记载在圣经上面的那一位上帝，你还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充充足足、活活泼泼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何德何能？主啊，你将圣灵充满我们，带领我们在这个混乱的局势，在这个整个台湾的政治当中，主，我们虽然搞不懂，在这一个 AI 的世代，虽然我们好像跟不上，主啊，但是我们跟得上你，我们抓紧你，主，你就让我们在这一个世代，如同一人发旺在耶和华你的殿中一样。哈利路亚！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殿中发旺，然后到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庭，那里就成为圣殿。感谢赞美神，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到来面会的圣诗第434首，祝稳定大慈悲，请起立念全首。感谢耶稣万有。
咱起立来迎奉习法。咱这是先敷衍2026年各机构首长的就任。来，咱请各机构的首长吼，包括团体的会长、主任学的校长以及师班。来出来。咱的周报顶面，来少年团体会长刘来芳，妇女团体的会长郑清怡，职场团契的会长陈秀萍，青年团契的会长黄新瑜，学生团体的会长黄木新，学青的团契辅导也要就任，叫我下。恩爱团契的会长黄俊明夫妇，百合师班的团长黄宏志，主日学的校长郑静怡，好。用我们啦，中间不用空转过来一点，利用无啊，就是好。咱设立遮个机构的首长，就是红山教会的事工，哥林多前书15章的58节，才有讲，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着徛在，毋通摇动。着常常尽力为主做工，因为恁知为主着活做工，一定袂落风，袂空空。好，下面牧师要甲遮个机构的首长有誓约，请恁来回答。恁有领受恁伫少年团体、妇女团体、职场团体、青年团体、学生团体、青年学生团体的辅导、恩爱团体，以及百合诗班，以及主日学即个责任，恁确实即个是上帝的调明无？恁要领受即个职，恁着倚靠教会的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要安尼行无？好，咱请兄弟姊妹做伙起立，咱来祈祷。因为因愿意担任即个职，兄弟姊妹，咱就做伙配合，来互咱的教会会当伫即个中间，会当来做伙来应用咱的上帝。咱三甲来祈祷。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鹿港东会小会的官兵设立恁，诚做本会的主日学校长，以及百合诗班的团长、恩爱团体的会长、青年学生团体的辅导、学生团体的会长、青年的会长，以及少年团体的会长、妇女团体的会长、职场团体的会长，愿上帝会当带领恁。恁着谨慎恁家己本身的行为，以及恁一切的所做，
就常常关心伫即个事，尽力伫主下工来归荣光上帝。主啊，阮伫你的面前，将阮遮所有愿意伫你的面前施约的同工，交托伫你的手。愿上帝你继续带领，互阮的教会，真侪上帝你的旨意伫正的所在，互阮的教会真侪荣光上帝的所在。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兄弟姊妹，咱请坐，咱所有事情。来颁发证书，证明书。最后哈，将荣耀归给主。因为吼真重要吼，足侪人拢无想要做会长吼，足侪人来填死，因敢死啦。咱国发白就是安尼啊，足侪人嘛毋敢当入中职啊。你看嘛，无人敢做牧师啊，即摆新学院已经无啥学生啊。但是你若敢死，上帝就要有你活，阿妹吗？阿妹。所以咱这个世代才不容易还有人愿意做主工。你看咱顶面的主日的学生20-30个呢，主日学学生挥挥手，感谢主，对，所以我们要掌握，所以今年到5年向下扎根往上结果咱遮拢有咧读圣经的咱诚做一个长子，佮诚做一个教会的 leader， 伫咧做工的，你一定要有真理的根基，好，感谢主，咱搁一遍大鼓励啊，大鼓励，好，请回座。下面牧师嘛先来颁发那个去年一整年有读圣经的感谢主，41个人诶，歹势洪淑珍，因为咱无干事所以牧师伫遮介过我就爱一直记到下一次打周报我太多大大小小事所以歹势今仔日的名有缘无介过，但是才有
拢总有41个人，其中有38个是咱教会的人。啊是安怎别个教会来咱读圣经对咧3年啊4年，咱读圣经已经4年啊呢。啊，去年有2位加入，他们今年继续加入啦。所以兄弟姊妹，读圣经读了会安怎？会甘甜呢。所以我说讲，你今天继续加入，在今年都还来得及。你讲啊，头前迄3天无读啊，今仔1月4号啊，无紧头前迄3天吼，你着伫1月5号搁读1章，啊读2章。我昨有问咱的同工讲，你读3章圣经，一天读3章，你花多少时间？一共10几分钟呢，10几分钟就可以了。哦，所以你愿意的话，那个就是一个你向神敞开的。好，以下我对名读的啊，请遐人就出来了好，来，我定清形容郑信忠、赖昭荣、施维月、林秋云、施正峰、黄宏志、黄君安、尤丽珍、黄家宏、郑经理，这10位啦。我排名是有艺术的啦，这10位就是咱现入的中级有10个人咧读圣经感谢主好，杨英华、谢淑贤、黄正斌、徐直穗、卢乐德，这个就我们之前曾经当过长职的。好，蔡成立方、刘来发、沈丽玉、洪淑珍、洪淑慧、许秀玲、蔡雅芬、许英美、洪坤贵、陈碧珍、高宪琪、陈新玉、林长寿，你嘛有哦？红杯吗？来，长寿然后张翠玲、施颖茹、李永杰、陈鸿儒、陈秀萍、黄美娟、吴嘉诚、施维坤、刘子勋。好，维坤可能无方便出来长寿嘛无方便出来，互咱知影因嘛拢有来到你遮。但是姊妹这中间，牧师对这名单有没有？我来提红包。其实不在那个小小的礼物，在于每个大家有跟队啦跟军队啦我希望咱教会会当安尼，这不是牧师规定的，你毋是安尼听我的啦我是希望讲你会当进入这个律动。教会就在这样，大家底下读，大家底下读那个加一就在那当中，然后神的那个启示啊、带领啊，咱讲咱要同心合意，咱会当是这个同心合意，但是同心合意的头前要安怎？甘心乐意啦，你甘心乐意听牧师讲啦，甘心乐意顺服上帝。我即摆将这我有甲分做4周交互主要的人再让他们去花每一个小礼物上面都有写名字我们也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因为人足侪，我拢才讲请迄个人来领，安尼好无来，我这中级的部分郑兴忠长老来换好这个是百合诗班有14位，我加丽芳姐来雷锋姐来，你来有14位百合诗班然后这是4位陈秀萍这是职场团体。好，各个执事咱这其他有9位有9位，咱的兄弟姊妹好，咱大家拢加入好无？互咱有几个人咧聚会，咱就几个人读圣经，安尼好无？大家顶下甲大声安尼啦，好无？嘿啦，安尼你就有看啦好，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好，请下台，谢谢，感谢主。咱请咱的技术准备来报告。牧师、娘姐，大家平安。伫报告的开始，互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家己学字本读2遍，请
见若在伫耶和华的厝的，要平安伫咱的上帝内。见若在伫耶和华的厝的，要平安伫咱的上帝内。华语和合本，那我们一起来读2遍，请。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望在我们上帝的院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望在我们上帝的院里。后礼拜事工不但请有参与事工的，请有参与事奉的同工会来致意后一啊。逐项聚会的时间，请有参与的兄弟家己来注意。消息报告：今仔日举行2026年各机关首长的就任式晚祝寿福传领。第2项，今仔日颁发小礼物给2025年完成1年读完圣经的本会有38人。第3项，今仔日礼拜结束举行中职会，请中职参加，也为调开小会新早会员的名单。今仔日曾牧师前往永前教会讲道，永前教会目前无牧者。本会有纪念教会130周年的团体课，单领优待费用是200块，请找随便长老让寸笑甲登记。第5项，这场团契伫1月10号下晡时4点到6点半，伫富堂举办主恩满意感恩餐会，欢迎大家参加。第6项，总会妇女干部训练营1月8号伫斗内3号饭店，曾牧师担任讲师。常年干部演习会1月13、14号伫宜兰，曾牧师嘛是担任讲师，为求主祝福。中华关爱组合作社定伫1月10号上午9点要照应本会礼拜堂召开135年的社员大会，求主祝福传领。彰化县城市祭坛祷告会1月11号下午3点在深港灵粮堂，欢迎参加。第9项，请各团契会长会计注意以下的日期，因为咱2月8号要举行会员大会。第10项，本会成立130周年的纪念筹备小组。本会设立伫主后1897年3月28号有6大项的事工计划，求主备办传领。大道事项，求主掌管纪念教会130周年的事工，台美中执政团队完成上帝的命定。求主复兴转化众教会。眺望西道邦教会及本会行在真道上，请为身体欠安的兄弟来代祷，敬称省略。黄维国、尤俊元、施维坤、张安义、卢义峰、廖胜杰、王晨启、王正佳、吴和玉、黄清辉、许辉煌、张君毅，还有庄家进牧师。康曼丽、夏丽玉、林美华、王小桃、林诗彩儿、沈丽玉、刘丽珍、李如婷、王许英、侯阿英、茉莉牧师跟纯娟牧师。会计报告请家己来对，有出入的会使后壁会计柜来点检。以上。牧师特别鼓励咱吼，有登记买迄领130周年的纪念衫吼，那个是 polo 衫，伊的形体吼有伫咱的群组内底。今仔日是最后一天嘛，吼，最后一天的登记，因为遐要制作，吼，所以伫即个中间，咱今仔日咱在场已经有买的人举手，吼，感谢主哦，吼，拢
拢经济吼，大细汉拢会当嘛吼，大家拢会当一领，因为咱差不多今年规年，啊，一到明年拢会当穿，爱是一个真好的纪念。啊，一个人200块吼，今仔日会记你去登记，好，以上补充。咱来大尾边先生的386岁，伊的万般万国万民，请起立同握手，平时山参无事祝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2026年1个主日，阮请兄弟姊妹伫你宝座前，主啊，阮要来宣告讲，阮的性命属于你，愿你进入阮的心来掌管阮，也进入阮的教会来带领阮教会，互阮伫129年的教会要进入130年，阮会当搁较明白上帝你的带领，你的旨意。诚侪因跟主的，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扶持、团契，甲恁众大家三甲二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我这原道题。